大家仲記唔記得當年人手一部嘅 Nokia 8210啊？你哋係咪覺得諾基亞一早就已經唔見咗咧？嗱，畢竟手機買咗俾微軟之後咧就冇晒聲啦。但係咧，其實佢淨係買咗手機業務啫喎，而家一樣每年係躺賺千億啊！當年諾基亞手機有幾犀利啊？哇！全球年銷量超4億，連續10幾年市場第一。後來咧，雖然就俾蘋果同安卓超過咗啦。但其實公司係冇諗嘅喎，25年上半年營收咧就去到750億，賺得啊，仲多過以前啦。嗱，你哋一定唔知道啦，諾基亞最勁嘅其實唔係做手機，係搞通訊科技喎。買咗手機之後咧，佢就瘋狂並購，5G 研發咧就投到166億歐，而家咧係全球第3大嘅通訊設備商，17%嘅市場份額，淨係設備業務就佔咗佢營收嘅90%啦。其實啦，專利先至係佢嘅搖錢樹啊，3000幾項5G 嘅核心專利係佔全球12%，僅次於華為同三星。而今年2月咧，佢又花咗23億美金買咗美國公司，成為咗全球第2大嘅光網絡設備商啦。連亞馬遜谷歌建數據中心都要揾佢買設備啊！而家我哋國內嘅新能源車企咧，一樣要交呢個買路錢俾佢嘅喎。今年7月咧，佢就告咗吉利啦，連極氪、領克都算埋。嗱，每部車咧交49美金嘅專利費。要知道車載通訊模塊嘅總成本啊，先唔到100美金，鬼叫智能汽車嘅聯網自動駕駛數據傳輸都離唔開佢專利咩？左手賣通訊設備，右手收專利費，諾基亞呢波完美詮釋咗賣橙子嘅永遠係賺得多過淘金㗎。你哋對諾基亞嘅呢波翻盤點睇呢？評論區同我傾下。